这是 CK101第一次环岛的时候拍的。苗栗3义铁道迷开的餐厅，充满铁路风情。所以铁道迷啊，一定在店里充满着铁道的元素。对，这个就是枕木，就是铁道下面的枕木，会闻到它的味道。这个也是，椅子也是，对啊，都是枕木嘛。对，所以很少人会做桌椅的使用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比较少啊，大部分都是做步道，做步道比较多。所以真景同汉根，真的很罕见。是要被章鱼是要被章鱼，只有这里才有。还有铁轨搭的发呆亭，老东西的生命力来自记忆。高中坐火车路过圣心车站，古朴的小镇让陈文正一眼就爱上。以前就是你很热情，游客也很热情啊，你包括你的整个店爆满关起来，游客还是把窗户打开，门的他推开自己进来这样子啊。对照惊喜，强烈对比，被旧山县带来的陈文正学客家话，做客家菜，20年依旧守在圣心。被自己绑着，被旧山县绑着，也被这一家店绑着。因为你是很早期进来的，因为我喜欢这里，离不开，不然那边收一收你就走啦。但现实是，旧山县 BOT 没成，常常只有周末生意。2011年5月底复试3个月，能否唤醒更多热情？眼光长远一点啦，那只要火车都有在动的话，它是历久不衰的。全世界的火车迷都会来，不止台湾的火车迷啊，它不会没有。它就算拆掉，也是活在铁道迷的心中这样子啊。很多铁道迷恋恋旧山线，但陈文正是非常特别的，他让自己的生命轨迹真的跟旧山线的轨道交叠在一起，还因此在圣心这个客家庄落地生根。真景东汉间，4亚 V 章油，真景东汉间，4亚 V 章油。